日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新竹县竹北市的建案风采52控，周边的道路拆落5界路，已经向命令停工。但是附近的住户是真不满，讲这县政府罚款2界，加起来才18万，对建商来讲根本都无陷害到。住户嘛质疑这个建商抽取到大量的地下水，竟然阁会当通过县政府的宽屏。早起，时代力量的立委区显智召开着记者会，质疑着新竹县长杨文科放水，予建商来复工。这间建设公司过去的黑历史，嘛予人家晓出来了。对，看一块塑胶帆布，师傅伫咧讨论免走公路，从新竹县竹北风采52控的建案边啊，落第5摆落一坑真大坑，都算已经需要求停工，不过县府2摆开发拢总18万，互认为根本是望啊定牛角无咧准文，因为建商早就黑历史。根据当地自救会的人讲，原来建案有限制，今日当起13楼的百货商城，不过经过福益建设提案，刷起到32层楼，这尔悬，烦恼建商会用旧的建造继续起厝，四周围民众嘛烦恼公安会受到威胁。当初我们居民的担心就是现在发生，昨天公务处长说对啊，地下涌泉水被抽走了，所以瘫了。那我们当初已经提醒你不能这样抽啦，那我们就提出一个疑问说，你水抽那么多不用监测吗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抽掉真的没问题吗？没有人回答我们这个问题。自救会早就提出质疑，佮加上共一个建设团队防疫建设，早就伫咧2005年伫咧竹北建案的浩瀚一片，正因为挖地下室无照期间伫咧挖，和当年上少放3摆，宽屏有争议，佮加上建商有争议，质疑新竹县长杨文科敢无放水很好做代志。这么深20几公尺的地下室，会产生周边这么大的一个问题的情况之下，它还是可以来通过。通过之后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发生这样的情势的情况之下，政府新竹县政府还可以让它停工复工、停工复工，继续挖。社区住户强调，就算专家学者专案小组，拢希望建商应该保证加强措施。不过新竹县府共款通过建案宽屏，互外界拢感觉真离经。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解决问题，互住户一个安全的环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